今天是1年1度的七星灯祈福仪式，会在人族和羽族中选出2位代表上台比武，获胜者将有资格点燃七星灯。下面有请人族太子白庭君。羽族皇帝封天翼，封天翼，封天翼。既是要维护和平，又为何要比武呢？师傅的用意，我不懂。大庭广众之下斗些拳脚功夫，终究还是上不得台面。羽族之皇与人族的太子，当真要一较高下的话，应该是在战场上。那封天翼，你想如何呢？我想把这次点亮七星灯的光荣使命，让给太子殿下。封天翼，你在搞什么鬼？启禀师傅，徒儿并无他意，只是这和平的要义不就是一个让字？再说了，历来能在祈福仪式上点亮七星灯的，从来都是星辰阁最优秀的弟子。这一点，太子殿下实至名归啊！既然封天翼你有和平之心、相让之意，那就让白庭君点燃七星灯吧。请。人族太子白庭君，日表英奇，天资翠美，幼承庭训，德行温良。今代表星辰阁上下点燃七星灯，为兰州大地祈福，愿年年风调雨顺，两族和平安康。把七星灯安放好。师傅，七星灯乃星辰阁的圣物，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毁了，实在是可惜。是徒儿失察，请师父责罚。太子殿下此言差矣。历来被选中点亮七星灯的弟子，其才华与品行受上天的认可，才能感动天神庇佑兰州。太子殿下若认为自己失察，那么真正失察的又是谁啊？这件事其实怪我，若不是天意执意相让，这件事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。天意也请师父责罚自己。封天翼，你虽贵为羽皇，但在我星辰阁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弟子，就让你看看，老天爷是不会有错的。一切皆因弟子顽劣，请师父责罚，请师父重重降罪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芷素，你说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庭君哥哥呢？对啊，那咱们就去星辰阁，他不来找我，
咱们就去找他。走吧。什么时候兰州的规矩变了？人族的太子见到羽族的皇可以不行礼了吗？规矩是没变，但兰州有谁人不知我这太子是名副其实？你这陛下当的，可有点憋屈啊！今天要不是印迟拦着，以你人族太子的身份毁坏了七星灯，毁坏的就是两族之间的和平。和平？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不过就算师父不做什么，你认为这么做能达到什么目的呢？代表羽族起兵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到头来，不过是赔上自己的几条走狗罢了。以为守门的不让我进，我就进不去了吗？田军哥哥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。福域里有神兽看守，怎么才能进去呢？你真好看。你是？哎，那边有人，走去看看。你找什么啊？啊？你不看画本吗？像我这样的美少女在被抓之前，都会发现一个山洞什么的，然后躲起来。求山洞不如求自己，这家伙衣饰华贵，估计在星辰阁还有些地位吧。哎呀，这真有一个山洞哎！不会吧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本姑娘能不能脱身，就看你了。我本来想了一个好法子帮你，但是没想到你这么煞风景。谁让你不早说？现在也不晚。哎，风蝶叶，这里有人闯入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多事，没看到本皇正忙着呢吗？你，如此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你不要脸你！要不是我帮你，你刚刚就被那两个人给抓走了。私闯星辰阁禁地的事，你知道有多严重吗？我没有私闯啊，我是来办公务的。有公务在身的，你怕他们干什么？再说，哪个办公务的会从天上掉下来啊？我不跟你说了。等等，我刚刚救了你，连声谢谢都不说。你别得寸进尺好不好？你都占我便宜了。刚刚是谁夸我长得好看的？你好看，也没有庭君哥哥好看。你认识白庭君？嗯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情哥哥？要你管？哎，你也认识白庭君？那，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想找白庭君？当然可以。我这个人最喜欢助人为乐。过2天星辰阁1年1度的竹镜花大赛，白庭君到时候肯定也会在场。我带你混进去。真的？拉钩。我能相信你吗？
这下就当还你刚才的一吻好了。刚才的事情你不许告诉别人。快点！快点！我一定要通过考验，别偷懒，加入精英会。快点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厉害！停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玉环真。进来说。参见羽皇陛下。说说，为什么想加入精英会？因为仰慕陛下的高贵和威严，也因为从精英会出来的人都是最优秀的。撒谎拖出去！啊！不要！我说实话，因为羽家已经没落，没有人瞧得起我。我若不出席，我娘也会一辈子被人欺负。请陛下给我一次机会。羽皇的机会，可不是随便给的。只要陛下肯答应，我什么都愿意为陛下做。这样就暖和多了。真不知道廷君哥哥是怎么在这儿待着的。喂，你干嘛？干什么呀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！这里可是星辰阁的禁地，是禁止放明火的。你们星辰阁有病吧？规矩那么多，而且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害完别人都在说救别人呀？陛下要害你，那可真是你的荣幸。陛下，你说风天翼吗？嗯。哎，倒还真有些来头。不过地位再高，也是个人渣。那他叫你来做什么呀？是不是要带我去见廷俊哥哥？喏，给你的。这什么？这个呀，是羽族高等贵族才有的灵药——天空草。吃下它，能在一盏茶的功夫里，速度超凡。明天是竹镜花大赛，肯定是困难重重。你如果吃下它，就能够突出重围，见到白廷君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哎，不对，风天翼该不会下毒了吧？吃不吃随便你啊。哎，算了，信你吧，反正我现在也走投无路了。那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不重要，我不过是陛下的一条狗。可，你明明是个人呀，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狗？是不是风天翼欺负你了？没有。我叫羽环真。
前几日的竹镜花大赛，封天翼的表现最佳，夺得配镜最多。但是除你之外，你的队友战斗混乱，配镜不是弄碎了，就是被对方抢走了。反观白庭军，你摘的配镜虽不是最多的，但是你们队的队员互帮互助，攻防明确。比赛结束时，你们队交的配镜反倒是最多的。诸位都是在星辰阁学习的学员，也都是人中龙凤。凡居高位者，就要懂得识人善用，要懂得借势，千万不可一意孤行，成匹夫之勇。嘿，也没什么变化呀。别着急，一会儿就会见效的。哇，哎，你这个暗器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是我自己做的，叫流光飞环。我已经帮你冲破第一道守卫，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好，怎么样？有反应了吧？嗯，去吧。做这么简单的事就能加入精英会，这姑娘不会有危险吧？灵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田俊哥哥，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禁地？师父，不许拦着我！放肆！灵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里来的野丫头？师父，一口一个灵儿，这丫头跟你关系非同一般吧？哎，就是你，阁主，就是他害的，是他带我进来，还给我吃那个血口喷人！我一直在听师傅训话，哪有时间带你进来？而且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堂堂羽皇，我认识你吗？你不过就是想跟我套近乎。住手！这么护着他，不会你就是幕后的主使吧？你别血口喷人！都给我闭嘴！庭君，我相信你不会干这样的事。至于这位姑娘嘛，来路不明，擅闯禁地，应该好好查一下，给我带下去。是。田君哥哥，走。田君哥哥，我是冤他枉的。对你用情不浅啊！没想到你为了自己能够脱身，竟然把他给出卖了。看来温柔的太子不过如此嘛。我绝不会让灵儿受到任何人伤害的。我封天翼想得到的东西，没有得不到的。陛下，怎么了？做贼心虚？陛下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。那你要是想到了，是不是就不按我的意思做了？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，你就先得付出更多。玉环真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精英会的人了，放心，我会保着你。可是易姑娘是无辜受害，所以你就要救她出来。她迟早会把我供出来，我是担心连累主上。她无凭无据，口说无凭，看着我，你到底是担心连累我，还是担心易福灵啊？我可得提醒你一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善良的人可没什么好下场。谨遵陛下教诲。玉环真呀，玉环真，你当真要做一条走狗吗？
平君哥哥，平君哥哥，灵儿，平君哥哥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是的，你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肯定是风天一在捣鬼，如果只是为了对付我，也未免太过牵强了。我猜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救你出去的。我信你，平君哥哥。从小到大，我最信的人就是你了。先别哭了，好不好？乖乖听话，我会找人好好照顾你的。这是颗尸骨钉，它会通过你的血液贯通你的七经八脉。倘若你有半点非分之想，你将会受到千刀万刃、蚀骨噬心之痛。我发誓，一生一世，只以兄长身份守护义父灵，否则千刀万刃，蚀骨噬心，皇冠落地，众叛亲离，孤独至死。灵儿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平君哥哥，每日7鞭，连续7天，总共7749鞭，谁都不能例外。师父，庭君恳请师父，让庭君替他受过。为师已经做决定了，你就不必再说了，下去吧。太子殿下，这2根针是从他们2人身体上拔下来的，他们是昨天比赛入口的守卫。如此精细的暗器，星辰阁中谁会做得出来？喂！你要做什么呀？我宇环真可是星辰阁门第倒数第一啊，身上没有什么好东西的。白庭君，你怎么解释？易姑娘待我以诚，是我对不起她。是不是风天意让你干的？如果你良心未泯，就跟我一起去印池师傅那里说明真相，还易姑娘清白。这位是师兄，这是我们门下的宇环真。宇环真拜见师傅。庭君，这就是你说的幕后黑手。正是。宇环真，快把真相告诉师傅。启禀师傅，易姑娘的确无辜。她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我骗她说这样可以见到白庭君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是我故意捉弄易姑娘。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跟你说，你要我来说明真相，我便来了。我不过是陛下的一条狗。这宇环真一副软弱的样子，定是被风天意胁迫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罢了，我何必多让一个人因我受害呢？易福灵，刚才宇环真说的可是实话？不是，阁主，宇环真曾与我有一面之缘，正因为他心地善良，不想让我受苦，才揽下此事。而事实的真相是，我知道自己武功低微，所以就偷了他的流光飞环，射晕守卫，闯入禁地。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愿意一个人承担。灵儿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来人，将易福灵继续收押，明日执行七星祭之刑。是。师傅，万万不可呀！师傅，为什么？我不过和你只有一面之缘。既然抓不到真正的幕后黑手风天意，又何必多你一个人来受罚？灵儿，你知道刑罚有多重吗？你会死的。无论多重，我都决定承受。师傅，
义父令入星辰阁是我的主意，要说有罪，我比他更罪大恶极。师父要罚，便罚我吧。白庭君，你这样撒泼和市井无赖有何区别？我星辰阁戒律岂容你讨价还价？玉飞师傅要是舍不得对白庭君下手，就由我来替你收拾白庭君。施主，你这个恶魔！风天一，庭君哥哥，你不要这样为我。这鞭子是我10岁那年父皇送我的，金玉护盘，内含软铁，用来行刑，绝对不辱星辰阁的威名。玉皇陛下，玉皇陛下，是想置两族邦交于不顾吗？玉皇陛下，你私下约会义姑娘，到底是谁指使她私闯禁地的？约会？你说的是这个臭丫头无缘无故亲了我一下吧？你不提我都忘了，这也叫约会？你说什么？要不要我告诉你更多细节？庭君哥哥，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都闭嘴！闲杂人等让开，开始行刑。师父，不要！风天一，师父不要！今天为师就要治治你，为了女人不顾一切的臭毛病。风天一，你敢！我这是替星辰阁立威。玉皇陛下，玉皇陛下，求求你，不要再打了。玉环真，你就是我的一条狗，你敢拦我？师父，师父，放了义父灵。我若是不放呢？那便是与整个人族为敌。大胆！跪下！跪下！白庭君，平日你是一个知情达理之人，今天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！什么叫与人族为敌？我星辰阁是人与两族共同的信仰，你竟然敢当众挑衅星辰阁，那就是跟整个兰州为敌！你知错吗？徒儿知错。知错就好。启禀师傅，七鞭已经结束。好，冲女人下手，算什么英雄？你有时间在这儿狂吠，不如转过来，朝我跪一跪，这样说不准我明天的七鞭能打得轻点儿。把易福灵带回禁闭室。是。主上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这金玉护盘的鞭子抽了7下，可远不及白庭君挨的那2下。少主，请三思啊！我知道劫狱的事情非同小可，但风天一已经把我逼得没有退路了。今天抽在灵儿身上的每一鞭，都好像抽在我的心口一样。少主说的对，我们人族绝对不能被羽族这样践踏。今晚就有劳大家了。庭君在此谢过。誓死追随少主。主上让我来送饭了。送饭？
不是要饿他一天吗？叶姑娘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陛下，找我有什么事？白庭君那边已经准备今晚动手劫狱了。这么点小事，你以为我想不到吗？倒是白庭君应该没想到，背叛他的人会是他最好的兄弟吧？叶姑娘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醒醒，醒醒！你说什么？你等我，我马上救你出来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们在这守着，我去看看情况。少主千万小心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没事吧？你让开！玉环真，快想办法！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你还有脸来这儿？你有功夫跟我斗嘴，不如多关心关心那个臭丫头。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停了！灵儿，灵儿，主上，你本事倒是不小啊！灵儿，我还会想别的办法，你坚持住好不好？出事了，走吧。这门一旦关上，里边是一定打不开的。白天君，我们出去再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功夫花前月下？走啊，先离开再说。走啊，灵儿，走，灵儿，灵儿，走啊！师傅，干得不错呀！违背师命，私入禁室，英雄救美啊！看来你们几个
已经不把为师放在眼里了。他们两个劫狱被我撞见了，师傅不要误会。那你也不应该私入禁室。白庭君，你真的很让为师失望。都给我关起来，通通在戒律室罚跪一晚，早上才准出来。我看你在机关上颇有学识，灵儿那牢房究竟应该怎么破解？看来，非得是那位高人不可。高人能造出如此精密牢狱的，唯有20多年前星辰阁的天才学员姬书前辈。姬书？我怎么在星辰阁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？姬书前辈曾经因为一个平民女子叛出师门，自此消失于兰州大地。此后，连他的机关著作都被星辰阁列为禁书。我也是花了老大功夫，才从一个江湖人手里窥得2页残卷。二位心情真是好啊，受罚都能这么兴高采烈、滔滔不绝的。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别动了，这3连环就是这样，越动越紧。师傅就是偏心，凭什么把我跟你们2个劫狱的关在一起？白庭君，你回过头去看看后面，右边数第2幅壁画上写的什么内容？喂！如果你要动的话，不要自己动，我们3个人，1、2、3，一起动。来，1、2、3，起！1，哎。停！星辰阁律第58条，若平民子弟想进入星辰阁学习，需独自进入福玉岭试炼，安全走出福玉岭者，即可破格录取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一口一个灵儿叫的亲热，到了关键时刻，还不如我这个他口中的恶魔人渣。易福灵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不是因为星辰阁的人？一旦他通过了福玉岭的试炼，过去的一切岂不一笔勾销？福玉岭有严河机甲看守，是何等的凶险之地，上百年来入福玉岭者无一人生还。你这是送他去死？难道挨足7749天鞭子就有活下来的可能吗？一个是毫无希望，一个是留有一线生机。如果你要是能想出别的法子呢，你就自己去救你的福灵妹妹。反正天快亮了，某些人又要开始挨鞭子喽。你，灵儿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庭君哥哥，你别这么说。要怪就怪那个恶魔吧。七星祭鞭刑第2天，继续吧。反正你也怪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再动他一些试试。不管今天是不是我动手，这7749鞭他是挨定了。不过正好本皇今天有些手酸，玉环针，你来。我？你忘了吗？精英会律必须遵守，凡会长要求不得不从。玉环针。这7749鞭下去，灵儿非死即残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她。不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洛林，你听好了，拿着这个回双城，我的700禁士
听你号令。少主可是要……对，就算赔上星辰阁的100年基业和我白庭军的储君之位，我也一定要救灵儿出来。属下知道少主宅心仁厚，不愿见易姑娘受苦。可星辰阁在兰州地位超然，少主这般为了旁人，他不是旁人，他是我这辈子最在乎的人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倒真是个痴情种子。洛林，你做得很好。谢玉皇夸奖。来人！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谢玉皇陛下。这个东西你倒是一直留着。啊，我看这个东西做工精巧，就……此言差矣。可惜你在白庭君身边这么多年，都没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好东西。这样吧，这个东西先交给我保管。我命羽族造办处的人，按照原样，用黄金和宝石给你做一个新的。谢玉皇陛下。认得吗？说不出话不要紧，能听得见就行。要说这白庭君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为什么对你一个臭丫头一往情深啊？为了你顶撞师傅，劫狱，这次更绝，直接要向星辰阁起兵了。不信？不会的，庭君哥哥那么稳重，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。也对，反正我在你心里面就是一个恶魔，说不准这书信是我伪造的。可这缺了一角的虎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气鬼，小气鬼，快来抓我呀！抓到了就还给你。灵儿，别跑！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没事吧？大胆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住口！不过你可能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。他要真的为了你起兵，可就不是罚鞭刑或者关禁闭这么简单了。按照星辰阁律，他身为人族太子，挑起战争，这是掉脑袋的大事儿。着急了？不过你要是愿意听我的，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帮你。少主，易姑娘被放出来了，她和封天翼一起去见了阁主。封天翼啊，不好！多谢阁主。快起来吧。灵儿，你不能去！庭君哥哥，灵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要不要我当场把你的计划说出来？师父，是徒儿不敬。灵儿，我们走。我不走。我已经禀明阁主了，3日后入福玉岭接受试炼，阁主已经同意了。你会死的。我不怕。灵儿，庭君哥哥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你已经为我做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一次，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，入星辰阁，成为你的同窗。易姑娘，我佩服你的勇气。如果你可以从福玉岭安全出来，前尘往事既往不咎，而且我还可以亲自传授你武功。多谢阁主。陛下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呀？
听说过星辰轮吗？这就是星辰轮。中心轮是根据9天星辰的运行转动规律转动，这3个小齿轮又控制着外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旦合上，外面绝对无法打开。啊，基叔前辈的设计，我仰慕已久，实在没有想到还有机会亲眼看见。光是看见算什么？明天，印池师傅会打开星辰轮，让易福灵进入结界，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以易福灵的功夫，怎么对付炎鹤机甲？除非你能破解星辰轮，让易福灵逃出来。好，好像我办不到吧？我封天翼的字典里没有办不到这3个字。你在密室破解机关的本事，我已经看在眼里了。相信这小小的星辰轮，难不倒啊！小小的星辰轮啊！陛下，你也太抬举我了。陛下既然想帮易姑娘，那之前知道在精英会立足，你需要注意什么吗？少说话，多做事。你只需知道，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。这件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华神佩，我终于要得到你了。听君哥哥，你放心吧。你这叫我如何放心得下？这儿，我有还真给我的流光飞环。还真人呢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送你一样礼物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让开！臭丫头，反正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这一回，就当做跟你送别了。住嘴！你没事吧？时辰到。易福灵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。天君哥哥，等我回来。灵儿，灵儿，一会儿等印池师傅走了，我就放你出来。就等易福灵的好消息了。恶魔、流氓、人渣，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上次吃法不对，这次肯定有效。是灵儿的声音，怎么回事？
开了。天君哥哥，灵儿，没事吧？易姑娘，这儿危险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快走！大家先回星辰阁，快！天君，快！不行，这怪物很快就会追上大家的。灵儿，你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哎，天君哥哥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天君哥哥。哥哥，发现我们这霹雳剑对他一点作用都不起啊！怎么办？别废话，人小心点儿。我有办法了。你们看，这银河机甲蓄石头的时候，胸膛会打开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三箭齐发，将霹雳剑射进他的胸膛，就能击中银河核心。臭小子果然聪明，咱们试试。机会来了，来！没事了，灵儿。你们这两个臭小子啊！我把星辰阁交给你们，你看看你们给我搞的，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。我都这么大岁数，每天还要跟你们打打杀杀，一点都不得清闲。过来！我去拿酒啊！师叔，你们两个，把这烂摊子给我收拾好了。哎，易福灵，你故意引出银河机甲，大闹我星辰阁，实在是罪不可恕。我也不想的，是他一直追着我不放。大胆！师父，易福灵进入浮玉岭，是为了接受成为星辰阁弟子的试炼，引出银河机甲实属意外，希望师父不要怪罪于他。是啊，我看咱们这星辰阁不还好好的吗？师兄，那这易福灵是否通过试炼？还是免了吧。这还没进师门，就已经把星辰阁搞得乌烟瘴气。若真进了师门，我们三个恐怕要被害得尸骨无存了。师父，收住！银河机甲威力惊人，
需要3位师傅联合才能将其制服。她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师傅要她独自承担，并不合情理。你，师傅，七星记变形之惨烈，绝非一般人能够承受。如果她继续挨鞭，肯定会命丧黄泉。传出去岂不是惹人非议？说我们星辰阁为了一点小事就草菅人命吗？师傅，白庭君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也有帮他说话的时候啊。师兄，那沿河机甲逃出浮玉岭，多半事关他看守之物，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查。不如我们就先放这个小姑娘一马。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以星辰阁阁主的身份，今天收你易福灵为徒，以后谨遵阁律，好自为之。灵儿，你还不赶快！啊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那七星记鞭刑，既然已是我星辰阁的弟子，那么这鞭刑自然可免。多谢师傅，庭君哥哥。少主，白君，庭君哥哥，少主，白君，庭君哥哥，少主。快！哎呦，坏了！哎呀，你这，怪不得沿河机甲如此异常呢。难道是易福灵？哎，不会，他惹怒了沿河机甲，逃跑还来不及呢，哪有时间顾花神佩啊？哎，就算不是这个孩子干的，那也是其他孩子干的。哎，这帮小兔崽子还真不把我们这3个老东西放在眼里。定是有人借试炼易福灵，潜入浮玉岭，趁着沿河机甲不在，偷走花神佩。其实这又何必啊？花神佩在星流花神的脱身年满18时，自然会觉醒啊。对啊。浮玉岭结界由星辰轮掌控，环环相扣，十分复杂。难道是姬叔回来了？哎，不会，姬叔绝不会是偷走花神佩的人，他也绝不会是提前唤醒星流花神的人嘛。那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够破解星辰轮呢？我记得有一个羽族的孩子，他痴迷机甲，天分极高，叫羽环真。对，羽环真。羽环真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看来不止羽环真一个人。庭君哥哥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我知道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我。易姑娘，你都在这守了1天1夜了，回去歇歇吧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少主的婢女，彼岸花。彼岸花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彼岸花开在明地，花叶永不相见，不命之名，不命之人。哦，你要是不喜欢，等庭君哥哥醒了再赐你个新的便是。不敢。啊，易姑娘，让我来照顾少主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啊，我是说，那个，只有我就行，我可以照顾庭君哥哥，我一定会等他醒过来的。给我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庭君哥哥，你能懂我的心意吧？
你在做什么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在葬花。可是，花虽落了，但是明年春天还会再开啊。你为何如此哀伤？就算明年春天再开，也一样不会有惜花之人。只有飘零如我，可以与他们互相慰藉罢了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庭君哥哥？少主的心里只有你，是吗？可是